慢慢背。袜子应该安怎讲？安怎？下袂啊，内容是从教育部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引用，释义袜子。穿在脚上，用来保护或保暖的东西，通常是用棉、毛、丝织品或合成纤维等所制成。用力三甲袂啊，唔通人做鬼事。衣服跟袜子不可以混在一起洗。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，也不要忘了转发给您的朋友圈。谢谢，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